位於天水圍嘅18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，今年響元朗區嘅學界田徑以及越野賽都有唔錯嘅成績。今日就揾嚟3位同學仔分享一下佢哋嘅中長跑故事。今年我喺元朗區學界上面攞到嘅成績分別係3000米亞軍啦、1500米冠軍啦，同埋元朗越野學界嘅冠軍咁樣2個冠軍，我會覺得係可以有更大嘅眼界去睇下喺全港方面攞到啲獎咯。喺田徑呢方面，我希望都可以喺到時中六畢業之後，我可以做到一個全職運動員，去挑戰啲香港紀錄咁樣咯。我喺學界田徑1500米方面拎咗個人第2啦，喺學界越野拎咗個人第10。我係覺得好開心嘅，因為冇白費到自己努力嘅成果。喺學校嗰陣時候咧，做晒啲功課，溫晒啲書佢，然之後課後咧就會有好多時間去訓練跑步之類。咁喺參與咗田徑之後，我就都學到好多嘢嘅。咁最令我有得着就係努力係會有成果，因為我哋不斷去練跑就係不斷累積啦。咁累積完之後到比賽啦，咁我哋嘅累積咗嘅經驗啊、訓練就會兌現到出嚟。18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對於體育運動相當重視，佢哋會資助球隊去比賽，亦會安排同學參與一啲新興運動嘅體驗。而同學喺運動場上取得好成績，老師當然開心啦。都好戥佢哋開心啦，因為都知道佢哋即係練習咧付出咗好大嘅，咁所以如果攞獎咧都係代表住佢哋嘅付出同埋時間啊、汗水啊都係值得嘅。攞咗獎啦，咁都希望佢哋可以越強越強，咁可以繼續進步啦，同埋挑戰自己，咁令到佢自己成績有所提升嘅。